台湾话，忍耐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评论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忍耐，按耐住感情或感受，不使发作，用力。你若是有委屈，就爱讲出来，千万唔通吞忍。你如果受了委屈，就得说出来，千万不要隐忍不说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